来是日本的外交部长来宣布，讲日本将要阁追加100万剂 AZ 疫苗送予台湾，上半7月中旬就会送到台湾。那咱家己买的疫苗，什么时阵会来台湾呢？驻深的媒体人周玉蔻在伊的广播节目讲，伊有可靠的消息，咱家己买莫德纳9月就会到货。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嘛，伫个面册来暗示讲，到疫苗得要阁运到台湾咯。 第1弾の供与を行いました台湾、ベトナムについても、それぞれ約100万回分の追加供与を行う予定であります。日本搁一摆出手，700月关200万剂 AZ 疫苗，按算7月就会到台湾。这个好消息，互大家拢真欢喜。不过，伫昨就会使对驻日代表谢中庭的面册看出来。 谢中庭写这2天就是日本定案上关键的阶段，目前敢若毋望这2天莫讲负面的评价，互检讨会使顺利过关，第2批赶紧实现。即马这个愿望真正实现啦！毋但日本送的 AZ 疫苗，就有靠透早伫家己的公布节目讲，还有台湾家己买的莫德纳疫苗，拜6礼拜会到货。昨天呢，在我的辣新闻152节目里面，李龙腾我们自己购买的哦，到月底要200万剂，为什么还没来？他说放心啦，一定会来。 立委王定宇昨嘛伫面册发文章，伊讲伫要到拜6礼拜啊，毋望有美好的代志会发生。我们期待啦，期待这个礼拜会有疫苗来嘛，但是等发生就知道了，对呀、我们自购的也陆续要到货了啦，对，但这个我现在要跟你确认，因为信息很多个。家己买疫苗拜6礼拜敢会到货？指挥中心目前也无证实，敢若讲疫苗若到，就会甲大家讲。敢若毋望赶紧有搁较侪疫苗到货，会使互全台湾的民众来注射，才会使赶紧防止疫情继续扩烧。